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后会记你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肠、肉丸真好食。红牡丹吼是特别为着2269年写的啦。迄阵家人讲庆杀的吼，甚至讲这囡仔甲你用铁线甲你断手袋啊，断做伙啊才断，啊甲你把弹落海，这实在是足无需要的残忍。所以我想这款代志应当爱有人来写落来。这篇红牡丹虽然讲看起红牡丹，敢若你讲花吼，啊实际上是用家人江水捌规片拢红的，安尼的一个状况去对应所谓的红色的牡丹。以前爱徛悬，为交分看家人讲的海岸。远远半个圆，看看哪本支喙。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孤山，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建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港人的水就熊熊泛红那牡丹。即马罕得徛悬看，因为一伫心内底。家人讲的水色永远青笑那红牡丹。特别是八岛的阿婆月梅，迄一日已经亲嘴甲我讲过，因去找伊的时，港人的水色未退，嘛是红记记那牡丹。这个小所在，即日街仔下下人客杂杂，太远远看着我就叫阿美。你来伫遮，我四界找你无。甲看少年家一个，也无熟悉，伫无啊派册包，学生制服，他会捌我的名。你啥人？斟酌甲看，生做斯文，佫也缘投，间心面色。我俊雄啦。找我要创啥？你袂记日啊？袂记日啥？今仔日3月初8。3月初8，也毋是我的生日。伊海头起爱笑，毋是生日。阮徛悬悬，青家人港来的海风，海水光莹莹，点点无讲话，一步久才讲。咱爱来去啊，因得等。我心头熊熊噗噗呛，烧忽忽发面红，袂输大代志得要来啊！我咧做梦。讲到牡丹，我就想到阮丈，
伊名做牡丹，姓林，林牡丹。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孤山反射着冷静的西照日，介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港里的水就向阳泛红那牡丹。这牡丹是指色彩指色彩，泛红变红。即摆泛较少人来讲，拢讲变较济。这物啊袂接起来，翻身啊，翻身嘛是变身。即摆罕得徛悬看，因为溢伫心内底。家人讲的水色永远青笑，那红牡丹溢来溢去。有人讲这人财产几啊亿，就讲钱钱溢来溢去。迄个液共音家人讲的水色永远青笑，这青笑就是真清新、真好看。那像讲新布啦、青花啦，也是肉类，搁真青笑。肉、猪肉、牛肉，那冰了伤久，就变油啊乌乌肚红，迄就无青笑。这篇红牡丹单位先生就是强调是为着纪念二二八屠杀60年所写啦有关伊所著名二二八屠杀当然这就是牵涉着史观，有的人认为就是屠杀，有的人是认为讲迄是事变也是事件这个用词的无共，当然当反映出作家对这个代志的看法啦因为屠杀事实上是大开杀戒，甲袂使讲无差别的杀人的即款的性质228的时阵3月改成初8啊初10，迄个中国兵登陆家人一路就扫射落来为家人港一直扫射规路扫射到7堵8堵安尼迄个就是咧写倒转写迄个时阵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写法有较无相，就是讲用现代60周年迄个时阵的一个查某囡仔叫做米啊，伊的真奇怪的经验来甲60年前伊伫家人屠杀看到的代志，佮甲恢复转来。这个手法是安尼。红牡丹这篇台语第一篇小说，嘛是单类的小说集，用这个来号名红牡丹这篇小说其实是一个描写真悲伤，就是咱台湾人228事件的故事，总是单类用一种虚构甲现实两条路线，透过阿美这个查某囡仔，伊做梦去梦到伫家人港中国兵国民党政府枪杀的家人中学的学生的故事，两条路线在讲这篇红牡丹。为9分骑奥多麦，早伊来到家人市内，离港口无偌远。这间食店看起来旧旧，门口吊一块看板花井。入去，4个少年家咧食面，拢穿学生制服。甲俊雄同款，他会真正来，时间到。迄个少年闪闪落落，人叫伊班长，安尼问。就在找阿美。4个拢回头来看我。你袂记？今仔日3月初8。敢是恁请人的生日？因海头笑甲哈哈叫。生日，生日，生日！头家娘泡面出来，细细汉，看起来差不多50外，绑一条头巾，拖一双目镜，讲一句：“いらっしゃい。”就搁入去。我甲看，店内清气淡淡，桌仔椅仔旧旧，无别个人客，敢若阮几下。伊哪食面哪开讲，嘻嘻哈哈，有时南日本话我听无。嘿，班长啊！你想今仔日因敢会来？嘿啊，敢会来？阿元甲阿红安尼问，
两个讲是兄弟啊。班长讲，应该会啦。今仔日好天，咱等遮久啊。迄个忝仔坐伫上内面，讲：若无来，咱明年再过来啊。大家搁甲我看，介先咧问我，明年敢要过来？念咪咪食了，因五个唱歌，日本歌我听无。头家娘出来甲大家唱，欢喜唱几六条，唱煞喊一声。万歳！万歳！就是日本话万岁意思。佮芳烧茶出来，大家啉。班长讲：头家娘，真多谢，逐摆拢来责责你。这时，乡外口乒乒乓乓咧放炮，连续几落声。班长讲：来去，时间到啊！大家徛起来，册包歹咧，帽仔戴好，准备要出去。我嘛对因起来，俊雄讲：阿美，你遮等，千万毋通出去，我念伊转来。迄个班长手伸来，甲我握手。美啊，多谢你。这时看到伊的手底下心乌乌一个旗，介心会疼。忝仔、阿元、阿红拢过来甲我握手，讲：多谢你去通知。奇怪，大家手底下心拢乌乌一大个旗，想要问外口又搁炮仔声乒乒乓乓。班长开门，五个做一伙，一步踏出去，外口日头光莹莹。这间食店看起来旧旧，门口吊一块扛棒花井。食店就是饮食店，单位先生写扛棒，咱即摆讲台湾人讲砍棒、扛棒、扛棒，日语是讲扛棒啊，所以咱台湾人讲看板，所以变做写看板，就是招牌啦。日语是写讲扛棒，迄个后壁无的关系，甲头前会变做砍棒。一开始是这个阿美。阿美咧，伊看到俊雄，俊雄实际上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喜的路线。所以这个俊雄生做真斯文，而且戴帽啊、派册包穿学生的制服。伊讲伊是安怎会知影我的名咧？伊就叫伊阿美，而且甲讲你袂记一啦，今仔日是3月初8。3月初8，这个嘛是咱台湾人爱会记一个日子，因为伫即天，伫家人中国国民党政府对这个一般的学生百姓有即种大屠杀其实即天足侪所在，台湾足侪所在各地方嘛拢有即种中国兵拍死人的即种的记录，所以伫遮讲到3月初8，3月初8即天。伫这个家人港的海风、海水光莹莹，这个时阵我阿美甲俊雄因两个人伫梦里相拄，所以伫这条线内底，这几个学生咧去到一个日本料理的店伫内底，所以遮个学生伫遐食面伫遐唱日本歌，所以伫遮伊嘛讲出这个背景，就是伫日本时代甲战后初期这段时间，迄个时阵其实台湾人主流的社会沟通的语言是日本话学习知识的语言嘛是日语，所以真侪伫228的事件当中牺牲的台湾的前辈，咱看因的这个遗书写的拢用日本话来写，是因留落来讲的话，拢讲日本话。伫遮阿美就听到
遮个学生，家人中学的学生吼，其中一个是班长搁有伊一开始见面的这个俊雄吼，因着做伙伫遐唱日本歌吼，搁有甲头家娘因做伙拢讲日语吼，最后讲万载吼，就是日本话这个意思吼。因讲了感觉时间差不多啊，因讲来去时间到因着出去吼，结果出去外口的时阵，其实就是带咱转去到228事件迄个时阵，伫家人港实际上发生的情景，就是兵仔开始在拍人吼，看人就拍搁开始大唱吼，所以听到这种亲像是2-9暝的炮仔声吼，足大声足互人着惊。徛门口看，街仔路无人也无车，港口迄边炮声哔哔啵啵，愈来愈接，毋知是咧闹热啥。我看因5个人行去到路头，一只拖拉机为12路口挖出来，5-6个兵仔为车顶跳落来，拢举枪，毋知咧演啥，甲因包围。不要走，快，那个。雄雄因拢跪落去，双手举悬悬，一个搁一个。迄兵仔用凊管甲因讲，猫头壳、猫身躯。我有看到俊雄甲班长大声倒落去，想要冲出去甲看。头家娘甲我扭咧，讲：你毋通出去，外口在乱，兵仔在拍人，街路危险，你带加站。伊甲门敞起来，我为门旁看，拖拉机拄好我角都无看见，炮发声又搁乒乒乓乓。今仔日啥物代志？他的炮啊放遮济。头家娘甲我扭入去店内底坐，天桥小弟伫我身边细声讲：毋是放炮，兵仔咧大唱。兵仔是安怎大唱？伊无应，我看伊目睭仁雾雾，若沙目鱼无青，冰搁冷叽叽。过一时仔才讲：你毋免惊，念伊就会煞。我起惊，身躯加冷笋片片转。外口啥物大代志？兵仔太掠因去，因犯啥物罪？做啥物歹代志？你毋免烦恼，因无做歹代志。了就会转来，你遮等。我蹛遐等，外口庆声那2-9暝的炮放袂煞，一声一声，有时紧，有时慢，有时小连线，滴滴答答，袂输连环炮，都是机关枪的声。但先为港口迄边来，原来4块位拢有，愈来愈晚。毋知经过偌久，我等较惊搁先，站袂牢拄久去。毋知困偌久，做一个噩梦，徛伫海边港骹散步，因5个人一条铁链长长绑做伙，为因手底仔心扛过。班长做头前，俊雄做上尾，兵仔咧大唱，一堆一堆人倒落去，等落去港林，水色红记记，一粒枪子大走精，碰到我的胸坎，惊一个精神过来，枪声变变叫，间身就伫门口，雄雄，门拍开，一个人撞入来，就是俊雄，规身躯澹漉漉，袂输跋落海面。拄则鼓起来，米啊，你紧去阮兜，甲阮爸通知。一张纸拄互我，手冷叽叽，火咧震。我掠伊的手，变过来看，2个手底仔心拢卷一空，火咧流。是啥物代志？俊雄，是啥物代志？头举起来，伊人已经无去啊。头家娘吐一个气，讲：又搁耽误啊啦！
等啥无？等厝里的人无来，厝里的人来创啥？来带因转去。因伫倒？家人港的海林，当年的3月初8，拢伫遐咧等。我也毋知影伊的意思，即时伊讲：“你哪好转去啊？”店门拍开，外口好天出大日，光影影，庆声拢无，毋知踮去偌久啊。路人人客来人客去，自由自在，有讲有笑，又个闹热气气。这当然是足悲惨、足残忍的代志啦，吼！这毋是讲每一个侵略者会做这款代志，我是讲这是非常无人性的，伊的后果实在是足久佮足长啦，吼！毋干那是受害者，伊的受害者的四khu位的人，安尼都要承担规世人的这个感情的压力。迄阵家人港枪杀的伊个手段咱拢捌听过，实在有影，就是讲，甚至讲遮个囡仔，甲你用铁线甲你绑手底啊，绑做伙遮断，甲你等落海，这实在是足无需要的残忍。所以我想即款代志应当爱有人来写落来。即篇红牡丹虽然讲看起红牡丹，敢若你讲花吼，实际上是用家人港水捌规片拢红的，安尼的一个状况去对应所谓的红色的牡丹吼，就是讲红色是虾米款的色啦？是水的花的色，还是互咱感觉心疼的花的色吼？即款的即个描写，当然伊内底佫有真侪即个段落是咧写所谓都市发生的一寡，比如讲拍枪吼。拍枪描写以外，佫有包含对所谓讲足侪人互即个兵仔吼绑起来以外吼，佫是即个手地钢铁线吼钢铁线了，则个无所谓直接，有诶是有刣，然有诶嘛无一定有刣，就是敢若钢铁线，互你就是栽落去港内吼，互你淹死安尼吼，即种诶，就是伊遮有一寡描写，就是这毋是作家单位伊家己编诶哦吼，这是。确实有真侪即个考古历史或者是当初有一寡资料，甚至包含落尾出土的文献，拢有去写到遮的实景吼。只是讲单位先使用红牡丹即款的，又个心真疼，又个哪像是水的色，但是你水的色可能远远看感觉水，等你行到江边才发现迄是浮丝灰色吼。所以到上尾伊讲到3月初8因为这就是21书对3月初8家人港登陆上花屠杀的开始。到后壁的时阵，来到现实的社会伊讲出伫3月初8。1947年3月初8，遮个家人中学的学生，因是安怎受到无人道的屠杀？中国兵国民党政府将即个铁人更为因的手底心，咱知迄是偌疼，干怎么更做伙？然后将因枪杀以后，因为因规堆人拢更做伙，所以甲因车落去即个家人港，等落去港底，所以规个家人港就红记记伫遮即个瓦安比亚咧，伊互一粒枪子拍着，所以伊醒过来伊佫变做来到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世界。所以伫遮其实就是即个虚构的甲真实的虚的，甲真的两条线，其实伫遐一直在透人，一直在转换所以读者爱做斟酌看较知影讲即马到底是伫梦，还是来到真实啦乌多仔徛转来到厝，姊看到我，青光扭咧就喊：“你你走去倒位啊？我去食面。食面？大家拢咧找你无？我伫港口遐。港口遐？你食啥面？4天无看人。4天？我食一碗乌龙，啉一壶茶。你为3月初8下晡去9分了，就无看人。4暝4日无转来，
阿爸，搁去派出所报失踪。只也生气毋信，我嘛生气毋信。我都摆载咧去港口找迄段路，头尾洗三四遍，找无迄间花井。明明就是我12路口较过去迄间，他会吊一块看板，林森老地行。毋信入去问。头家，借问一下，咱遮是毋是有一间食店，号做花井？无呢，咱遮无一间食店叫做花井。得袂有弄诶？无啦，阮伫遮足久啊，毋捌听讲过。伊问坐伫店后面迄个老伙仔：阿爸，咱遮敢有一间卖乌龙诶，叫做花井？老伙仔想想咧，讲：有啦。掠我真真看，问我：小姐，啊你找花井要创啥？阿伯，是倒一间？伊分吹举起来，倒啊哭一个，讲：就是这间啦。这间？足久啊，你太会知影。阿伯，偌久啊？哦，60冬啊啦。迄年的22了后，伊讲迄年22了后无偌久，花井头家娘过身去，伊甲店买过来，害我迄暗困袂去，敢是我神经咧乱想。毋过明明手捻即张白纸写乌字，清清楚楚会记节，伊手底下心放一空，花咧流，甲我请求。米啊，你紧去阮兜，甲阮爸通知。所以来到真实的世界的我咧吼，伊阁会记起伫梦内底，即个俊雄甲伊讲，请你赶紧去甲阮爸通知，有寄纸条互伊。所以伊转来到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世界的时阵，因兜的人讲伊是安怎4工拢无看的人吼，因直接足生气的，讲你走去对吼伊讲哦，我去一个日本料理店有甲家人中海学生做伙伫遐食面，但是咧，当因搁转去迄个所在，早就无看到迄间店啊，已经换做是另外一个阿伯伫遐。尾也较知影阿伯甲因讲，其实60冬前，遮确实有一间日本料理店，但是头家娘过身，所以甲店面卖过。所以后来阿美确实有找到俊雄因的厝内的人。红牡丹这个故事，是用历史事件做背景。历史以外，咱也当透过这个故事，看到陈雷写小说的功夫，甲伊一寡创作的手法。咱用这篇来讲2个方面。第一是陈雷交伫小说内底藏机关，像这篇小说为头开始就有一寡暗示伫咧。比如讲上起头第一段，就讲八堵的阿婆讲因去找伊，迄个伊是啥物人？遮咱就有一个疑问啊。第二段少年学生特别讲3月初8，即个日子，是安怎伊会问主角敢是袂记节啊？这就是作者借因的喙，咧做迷猜，互人摇。搁刷来，主角搁若亲像咧迷茫的款，拄着一寡奇怪的代志，咱就真好奇啊！毋知故事会安怎发展。所以陈雷写小说就是安尼，真有心机啦。到藏机关甲咱设计，读的人真紧就会调咧，爱要知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故事读了，可能嘛会想要加了解迄个历史背景。甚至顶头搁读第2遍的时，原来会有无共的感受。米啊，你紧去阮兜，甲阮爸通知。对，这就是我的责任。过当日，我骑奥多摆去八堵，找到大路边一间2层楼的旧厝，店口咧卖冰。小姐，食冰来。查某人好咧甲我招呼。借问恁遮敢有一个俊雄？无呢，阮遮无人叫俊雄。伫家人伫读高中？无呢。伊喊头。阮无囡仔伫家人读册呢。原来小可袂放心，
才搁问我，敢有啥物代志？这时店后面一个阿婆哪通出来，翘骨举一支管仔，头毛拢白，细细剩无几支。阿母，即个小姐咧问，咱遮敢有人叫做俊雄，伫家人咧读高中？查某人惊阿婆听无，大声问。老阿婆惊活来，徛得起来，面显显青真，甲我亲一步久，才讲：你太捌阮俊雄。伊叫我来。伊伸手来摸我的身躯，我的面，介先咧检查，看我是毋是真的。你对我来。牵我入去店后面，一间房间细细间，暗暗一块桌仔，一条擦面床。阮俊啊，叫你来。我点头，家己港口食面的经过讲互伊听。迄日外面在放炮，伊甲4个同学出去，伫12路口，互兵仔掠去，用拖拉机载去。敢是迄间花姐？阿母太知。敢是3月初8迄下晡？我直直点头，心肝噗噗涩。下晡时啊，穿直直单，袂输伫狗面，炮啊放袂煞。伊目睭刻刻，毋知是咧拜拜，也是咧祈祷。竖一个大开，为拖底找一张相片出来，细细张足旧啊，色褪较黄黄，阁有皱空。甲看一个斯文缘投的少年家，头鬃短短，穿学生制服，微微啊笑，就是俊雄。就是伊啦！伊雄雄杀我的手提，叫我面床头坐，嘴念讲：甲阿美阿讲的拢共款。阿美，伊哪会知影我的名？俊雄的查某朋友。又来甲恁通知？阿婆点头。足用的，18岁查某囡仔家己一个，为家人毋惊死，拼命逃走来爬倒，甲阮爸通知，阮才知影。迄阵已经4日后啊，兵仔已经为爬倒、7倒经过，少年的胎死足济。讲爬倒的人要甲因攻击，条底裤要架死。阮阿爸听人风声，真济刣了等伫家人讲，尾啊，招阮阿叔逃走去家人讲找，无互阮母啊知。迄中国兵仔顾港口，毋互因过，钱手表拢拨互因，才放因去找。阮阿爸因坐细只船啊，江来江外哭哭西，碰着就甲变过来看，为家己一个仆，为3个、5个仆做伙，手底啊铁线卷做一竿，分袂开，为个耳啊、鼻啊挂无去。认袂出来。伊即篇对家人讲的描写，当然内面也有讲到对狗魂仔看，也是讲是爬倒吼，等等才会相关的啦吼。其实前几天就是有少年的团队，特别伫咧爬倒车头，甚至讲现伫车头搬一出当年228屠杀伫爬倒车头发生的迄个景，甲伊重现出来的一出，咱就讲现实的剧吼。迄当阵我看到，一方面是真钦佩剧组吼对即个想法的实践的勇气啊，甲用心啦吼，就是讲伊要互现代的人完全拢无心理准备的情形下，去重现爬倒车头当年有发生即种屠杀事件吼，迄个实景甲伊安尼呈现出来吼。因为你若要去收尸体，你毋知影伊会安怎反应啊吼，可能颠倒去互弹去掠去关啊啥货。啊，尾啊，伊若要互你去，你都爱钱互伊啊，乌说啊。
遐过港口的兵啊，伊才要互你落找尸体啊。所以这是实在是咱即摆袂当想象的做法啦。哦，迄咱顶日就是讲，即个到尾来，咱的问题就讲人命值偌济啦。你若看人袂使鸡啊、牛啊来杀了，就甲等落。你其实比鸡啊、牛啊更较凄惨啦，更甲伊虐待才甲杀啊。迄人命完全无计到，人无看做人啊。所以人命计到偌济，即个足重要的问题啦。其实阿姆丹内面所写的部分的场景，就是真正是听当年的一寡受咱无真正过身，毋过就是讲，有一寡口述历史啦，一寡才会留落来，也是讲捌去看着部分的实景的人的讲法，伊去甲伊综合起来啦，就是一方面写港的状况，但是一方面，伊咧甲即种屠杀所造成的。规个家人港拢变红色的，若是讲有了解的人，应该拢会感觉真恐怖啦，就是规个港水拢红的，而且伫咧3月初8、初9、初10迄几工，会使讲就是变啊经过人，就是看到规堆的浮尸伫咧港遐浮咧，到当嘛还阁有人咧问，是安怎要遮尔啊残忍，要甲人杀了，阁等落去港内底，是安怎？佮爱做即个代志啊！当然有的人是去分析讲，应该是当初的屠杀者呢要制造人民惊吓的心理啦就是要互你惊，要互你惊甲毋敢讲话，毋敢去创啥安尼就对毋敢去反抗、反对等等迄日港里的海水照着西照日。红记记若无等，无找着，无啦。尾啊，佮去2摆，拢找无。就是因5个学生伫12路口，互兵仔掠去了后，再去港口，手心更铁线绑做伙，扫声单时，身尸等伫家人港里。无搁再找着，这我已经拢知影，因为火井的头家娘迄日有甲我讲，因逐年即日拢倒来伫遐，伫港里的海水等。今年60冬啊，又搁等无，明年爱搁再来，伊嘛有甲我请求。比啊，你紧去甲因爸通知。讲煞，阿婆牵我的手，细声问：米啊，遮久啊，你即马转来，佮甲我讲遮的代志，是要创啥事无？阿婆甲我的手袋啊硬按按，毋甘心放互去，干成扭掉咧，通好下日日，互伊一个问答。多谢你。我甲阿婆说多谢，离开冰店，无甲伊讲，也无甲因规家人讲，因还咧等。我讲袂出嘴，因为见啊3月8日下晡，我黄昏西照日的时，家人港的水色无长无甜，变做红记记，若无等。
伫小说的最后，作者有写讲，这是伫2007年3月写的，为着要纪念228屠杀的60年，也就是60年的时阵的这个纪念写的。所以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阵，感觉单雷透过俊雄，佮有遮个家人中学的学生，佮再一届对60当后的台湾人提醒，毋通袂记起因，毋通袂记起台湾的228，毋通袂记起遮个历史，遮个真相。佮有俊雄遮个家人中学的学生，因一直在讲，明年才过来，咱等遮久啊，明年才过来，因一直在等待。作者亲像嘛在透过遮个受害者，遮个家人中学无辜的学生，在对现代人讲，因在等待真相，因在等待一个正式的真相，一个正式公开的道歉，因在等待转型正义的临到，因一直在等待，就亲像台湾人在等待安尼。所以伫这篇小说，其实互咱阁看到单雷透过文学，要重建咱台湾族群的文化基地的企图。伊伫60当的关键的时间点，透过家人的这个事件，阁再将这个代志讲互台湾人听。批名号做红牡丹，在对应呼应这个家人讲的海水无张无弛，伫3月初8下晡，伫黄昏西照这个时，就会变做红记记那牡丹。用这个家人讲的故事来，互咱阁再一届少年嘛去思考228对台湾人的意义。单雷这228小说写太侪篇的，按讲逐篇的主题手路拢无共啊，按有一点共款。逐篇你详细甲读落，拢会互咱读入心肝眼啊。单雷伫即个红牡丹即个故事上头特别安排迄2句话，你袂记一啦，毋是生日，嘛是有共款的意思。所以讲，单雷写故事都是有安排，有赞处伫咧，像叮当的代志，伊轻轻讲，有当时是互人笑了的流目屎，苦的滋味。伊会写甲互你会回甘，是亲像单雷写迄篇图书馆的秘密，其实是要讲一件恐怖的代志，毋过甲包装做少年学生的生活甲爱情故事，互咱拄读的是看袂出来，这就是单雷文学有路的所在。搁来讲第2项是单雷的改写甲感性的功夫。进前咱伫跋筊出头天迄集有讲过一个单雷的特色。就是单雷真爱用无共的角度写共一个题材，用无共角度看共一项代志。伊的作品有一寡是用共一个标题，用无共的文体也是形式来写。比如讲《万万槟榔女》是先有诗，佮改做小说，也有原本是短篇的发展做长篇的，像讲《乡书簿记》甲白色的甘蔗园，长的改做短嘛有。像红牡丹这个故事，拄好通做一个例。单雷伫2007年写这篇红牡丹，2019年的时，伊搁甲改做一篇交魂，变做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迄个系列内底一篇，看伫台湾通讯网报。因为是要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原本迄个小说内底较沉重还是残忍的剧情，都完全无讲。主要是取红牡丹的头甲尾2段来改写，讲九份家人讲的景致。本地迄个3000字的小说，变做较无300字的底文啊。但是一寡重要线索，原来有留伫迄内底，也会使讲即个九份这篇其实就是红牡丹的极短篇，精华版就对了。单雷就是用上感性的话保留迄个意境，互人家己去体会。像即款感性也是单雷的一个特色。伊即个人就是较袂厚话，一字一句拢足用心计较，文字的效率足悬，所以伊会当用真少的字数，就写出足精彩的故事。即个功夫足好诶。实在讲，即个单雷的短篇小说集，逐篇真正拢是精华，值得大家做伙来欣赏研究。暖暖十分溪，咱来故事，
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什么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第一篇小说《红牡丹》看了的心得。阿秋，为着要写这篇心得，我回头搁看一摆，看无几纸，心肝头都开始结规树。看到第二拍，目屎已经挡袂牢，撮撮顶。这个少年人实在死甲真冤枉，无代无志，青春的生命就安尼乌有去啊！因兜的人在等伊，伊在仰望因兜的人找着伊，毋过就是找无。逐冬的3月初8，因拢转来迄间店，等厝年的人来食，甲因见最后的一面嘛好。7月冬来，就是等无人，互人真艰苦。因为我知影家人大杀的代志。所以看这篇小说的时，心情真沉重。咱台湾的转型正义爱搁加油，上无蒋介石的纪念堂爱甲拆掉，用伊的路名啊校名嘛拢爱改。你想看觅，德国因敢有可能公开伫纪念希特勒？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